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叫可能有的人无熟悉我，所以我叫李成功。李成功，不是李成功，因为成功才会成功，好，就我还是用国语啦，因为真的没练凳。好，那其实我在大一就是前年2008年进入了大学。那我上的学校就是在南部的高雄。那我在这个地方，在迦南教会，我足足待了有18年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棒，因为它有非常多让大家可以自由发挥的长老，有让可以大家自由发挥的牧师，还有很支持的一群辅导，还有老师都在这个地方。那因为这些条件，让我到了高雄之后，我非常有信心的，我想要去服侍那边的在那边的教会服侍。那我本来一开始想说，我应该就是我认知里面，因为我在这边待了18年，从小到大18年都在这里，我认知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教会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么高高一间，然后里面很多人，然后很漂亮这样子。结果去到那边，原来我的学校如此的宽阔就是一片的巴拉湖，就全部都是芭乐园，然后旁边什么都没有，还有旁边一个池塘里面几只鸭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真的实在是太偏僻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到底要去哪一间教会呢？然后我妈就索性拿了卫星导航就打教会，然后就搜寻，然后燕巢长老教会，对，输入长老教会，然后他就找到燕巢长老教会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去到那边我才发现，哇，小巧可爱一间3层楼，1层楼是牧师馆，然后2层楼是会众可以使用的地方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花园，就是很小，真的很小，大概就这边那么大，就是一整间教会就大概也不到这边那么大吧，就这边的2/3，对。一整间教会就1层楼就2/3，我们这边空间礼堂的空间2/3，然后就是小巧一间，然后就觉得哇，那这边应该是非常的有挑战。那在那个时候我进入了大学之后，我开始在那个地方服侍。那其实我到了大2才真正的开始服侍。那感谢主，在一开始虽然我跟那边的就是那边的契友还有那边的会友没有处的，就是没有很密切，也不是说处不好，就是没有很密切，因为我没有常去。我觉得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在学校里面，所以我就在学校奔波了1年，大1的时候，然后之后大2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开始觉得有一点失落感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在教会在迦南我可以这么样的热心，这么样的火热，可是去到那边我却不能。所以我开始调整我的心思，我开始去想我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。那我觉得也许是我愿意的那个心不够多，所以我开始投入一些时间在教会里面。那感谢神，我终于有了一些成果。那我跟我的戚友还有同工们也开始建立起了关系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圣诞节来了，就是去年的圣诞节来了。那大家在表决说，那个时候大概30几个人吧，然后就开始在表决说，要选谁当总召啊？然后就开始投了。最后李成功，好啊，一定会成功，就是他了。然后就是我，然后就太大声了吗？好。然后就是我就开始筹办这个活动。那但是在筹办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其实我想要筹办，而且我心里面有一个意向，就是有一个图画，那是很漂亮，很多人，然后大家唱着诗歌，然后一群青少年就是在那边聚会这样子。那这个图画让我很有憧憬，可是当我在安排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。我发现我懂得不够多，我知道的我不够多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筹办一个活动。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，积极的去想要把这些事情解决。然后我开始，因为也要筹办，就是也要用乐团。然后可是我懂得乐团又不够多，可是那边的青年又不够，没有像
我们迦南如此样的熟练那些乐器，所以我一直都很愁烦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把那些东西成立起来。我甚至怀疑说，上帝啊，那你到底给我的那个东西，到底是不是你要给我的？我开始在怀疑说，上帝啊，你到底要我做的是什么？我到底能做的是什么？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还是说你根本不要我做什么？我开始抱怨，我开始蛮横。可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这样的思想，因为我觉得在迦南所给我的教育是，上帝是丰丰富富的上帝，所以我开始去思考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经过很多很多的筹备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当我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上帝开始给我一些机会，这些机会让我有办法把这些事情解决。可能我就是在愁烦当中，我去跟我的同工去分享。那分享的时候，同工就开始愿意说，我认识一个吉他手，他还不错，他就开始来帮我去寻找这个吉他手来。那我们吉他手就有了，然后鼓手也开始慢慢的去就是去找，然后也来了。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就是用爱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对我们教会会有好印象。所以我们乐团就这样成立，然后还有舞蹈，我们也要完全的自己来筹办。那当时舞蹈就只有2个人，可是找不到人啊，到底要怎么去找人？然后我就一直很愁烦，我就开始东跑西跑。我愿意去找的时候，上帝真的给我机会。上帝就在我去参加一个读书会的时候，我开始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，朋友就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他会跳舞，你要不要就是去找找看他？他好像也是基督徒。”然后说是真的吗？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子联络。我发现，在我愿意的时候，我积极去思考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是大大的加给我。他完完全全的让我有更多的方法，更多的智慧去解决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很多人都觉得哇，你能者多劳啊，但是我以前会跟他讲说，错，我是因劳而能，我是因为劳而能，我不是能者多劳。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又错了，因为我不是因劳而能，有些人劳到死了还是不能。可是因为我愿意去积极思考，愿意去挑战的时候，愿意去看见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上帝就把他的机会、他的礼物大大的恩待给我。那是因为我愿意摆上，所以那时候我筹办了这么久的时间，我很辛苦，我也很劳累。但是感谢主，那时候我们目标250人，在那一天排队的时候，时间一到，开始排队哦，就是像我们教会这样子排队，排到马路去，然后还弯了一个弯，然后那时候整个都傻了，因为招待不知道要怎么招待，因为实在太长了，然后招待就这样跑来跑去，这样好像在跑马拉松一样。感谢主，那天的计算有500人参加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更感谢主的是，上帝他差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那就是校长。他本来说他只要参加前半场，然后牧师说好，他可以先离开。结果他完完全全的参加了一整场，并且他奉献了2000块，让我们再加码抽奖。我们那天看到，哇，实在太棒了！而且所有的课外指导组的老师，就是类似生活组的那些老师，他们都吓到，怎么会有一个在11月建立的社团，然后在12月隔了1个月，12月办活动，居然可以达到500人，而且校长全程参加。那些老师就跟我讲说，你们社团办得不错，希望你们这次可以再办一场2400人的活动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感谢归给神，阿们。我想，我在这里我没有做了多少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给我的。我从我不会到会，这不是因为我
本来就那么聪明，而是我愿意积极的去思考，并且愿意去挑战。我现在在燕巢长老教会有音乐侍奉，我本来在迦南，我只会弹钢琴。感谢神，在我侍奉的当中，因为我为了要去突破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开始去学习贝斯、吉他跟爵士鼓。那现在 vocal 也是由我来指导，所以现在整个燕巢教会的音乐侍奉是由我来办理。感谢神，从我一开始我只会一样东西，但是当我愿意的时候，我愿意献上我自己的时候，上帝把丰丰富富的恩典加带给我。谢谢大家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